搞的整个申请搞的，先把到了东人有没有中央的他都是的，也送，他当中了有那是，所以这边现在目前才送的，他这个申请那就没有了，这就这个我觉得现在不怎么样的呢，他到中了对不对？有那，哎呀，从你这边现在目前才是的，他你这是他，现在这个就买。这种东西，那说嘛也是啊，这种东西呢，这个觉得，我觉得写的不怎么样，他的这种方面有那是，我说啊，那个。好，中国那个克珠姐对宗喀巴大师赞叹礼赞这么说的：护主师尊鼻中的息，亦曾治疗众生的因。那就跟着说那个主要是呢。像我那么中国的情况是，我觉得是的，那个我那么中国的情况。我觉得那个这个教育的呢，对吧？越长越引起他越申请他们这来慢慢这样子，这是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讲的什么意思呢？护主就是意思说，至尊宗喀巴大师，你的鼻中的呼吸的气。最起码鼻中的呼吸界都能成为对众生有利有帮助的。现在因为呢，从你这边现在，从你的假设你这边，像我那么中国的情况的，从你的那，这假设你这边现在这个没经历，半个月结果是啊，那这个是没得的，羡慕啊，这个是，别人不会表演的那个事情。那所以呢，除此之外，对于恶资粮以及菩萨、佛子行这些就更不用说了。最起码的呼吸气都能成为利益以及帮助有情众生的这样的事情。那何况呢，对于一个恶资粮以及佛子行这些都更不用提，更不用说了，这个意思。那对我的看着的，现说多半这帮的老公吧也是。一到了慢慢现在用的场面比这个这个钱都没落实，我的落的。好，在这边接着下来，接着下来，道理也在于此。770看一下，有看到。道理也在于此。其中虽然呢还有其他教授，先看一下769页的这个克珠姐曾赞叹宗喀巴大师说：“护主师尊比中西，亦曾治疗众生因。”好，再翻过来。道理也在于此，其中虽然还有其他教授，但不以为非以此法为定课的人说。好，我说，就开始了。这个什么意思？先说对吧？这个你的公法也是。好，道理在于此，其中虽然还有其他教授，但不以为非以此法为定课的人说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不以自大相犯这种方法的人，不讲这方面的事什么意思？这准大号我说，这个你们这个意思你们知道吗？已经了解。不是很了解。好，其中虽然还有其他教授，但这个其中虽然还有其他教授，这个听得懂吗？这个看懂吗？但不以为非以此法为定课的人说。后面这个词就看懂吗？后面这个不懂。
这个这现在对他们我年老的，这个要不上去了嘛，多少钱？第二个重新看一下，慢慢再一个一个再念。但不宜为非以此法，但是不宜，不宜是什么意思？为非以此法。不是以这种自他相反的方式。不要说自他相反的，这直接讲这个。不宜是什么意思？不是用这种方法修行学习的人，不是的。为定课的人说，娘是吧？娘那个可多把人呢，用的娘呢没接不接呢，没接看见这哪是呀？好，这么说吧，平常没有长期在修持人的说。他的应该打的，用的娘呢场面没接看见这哪是？平常没有不间断修持人的说，对这些人说的话是没有帮助的。所以呢，就是不宣说着，不说。这样都有你明白吗？有一点啊。所以呢，最起码呀，一点点的功课都每次都断功课，但这些人讲的话是没有帮助的。如果说常常在修持的人呢，对这些讲的话是有帮助的。如果不是常常在修法的人来讲的话，说的话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即便说的话，明天忘记，明天说的话，后天就忘记了。是吧？这个这个是要得了应用。所以呢，忘记是有两种嘛。这个节得了，用这个要不起，这个节了用这个要不起。一个忘记呢是有道理，一个有忘记是没有道理的。这个专注全部写那个日本这个蛮当的这个。好，这个呢，一个呢是因为自己的精进，或者说以及智慧的量不够而忘记的也有这样。虽然是有精进，但是因为智慧的不够，所以呢忘记也有这样。所以呢，这样的呢是修行者，就是也算是平常修行者。这个日本人都要的那个一起的是他也落不起来，刚刚就接触过。好，所以呢，另外一种呢，虽然是自己的智慧够啊，智慧具足，但是因为自己的懒惰，然后就故意忘记了。所以呢，忘记有两种吗？一张的多的，这张也就是什么，运动前面没这个什么，切都没弄说。所以呢，但不以为非此法为定课人说。大经验这一，但你可都大经验这一波的，但你慢慢其他都要的，那你这个切都没弄的，可都得送的，那对的的，忙不起，但他们那些给看看这个吧。好，虽然是有很多教授说这个不适合对平常不修持的人来说这样，但是呢，这些也是包含在内。对于这个不常常修持的人来讲的话，不适合宣说。